大家好，我係倪醫師。好多病人嚟到診所，一開口就話：醫師，我耳水唔平衡啊！但係其實之後問多兩句就發現，好多人其實都係誤診咗，或者係自己嚇自己。其實頭暈都有好多種，如果搞唔清楚病因就亂咁食止暈藥，往往都係治標唔治本嘅。我哋首先就要學識分辨，你係屬於以下邊一種暈。第一種就係耳石症，佢嘅特點係通常喺你做某個動作，例如起身、瞓低或者轉身嘅時候，嗰一刻係最暈嘅。咁佢暈嘅感覺通常都係天旋地轉，但係持續嘅時間好短，一般都係1分鐘以內。咁佢嘅原因就係內耳入邊嘅一啲平衡晶體耳石跌咗入半規管，引起大腦產生錯誤嘅平衡感覺，所以你就會有天旋地轉嘅感覺啦。而第二種就係前庭神經炎，呢一種暈咧就非常之劇烈啦，佢會突然之間好暈，天旋地轉，甚至暈到嘔，會持續幾日嘅。咁佢嘅原因通常都係有病毒感染咗我哋內耳嘅神經。佢同耳水唔平衡最大嘅分別係，通常都唔會有聽力嘅問題，係純粹嘅頭暈啫。第三種就係前庭嘅偏頭痛。咁呢一種暈咧，佢除咗頭暈之外，仲會有啲怕光、怕嘈，對光線同埋聲音係非常之敏感嘅。有啲人咧仲會伴隨住頭痛添。佢嘅原因通常都係同大腦太過敏感有關。女性就一般比較多發嘅。佢同情緒、飲食、壓力等等嘅關係都好大㗎。最後就係我哋今日講嘅重點，耳水唔平衡。你可以想象係耳仔入邊有啲水浸。咁而要確診耳水唔平衡，通常都要出現呢4大天王嘅症狀。第一就係天旋地轉嘅頭暈，佢唔係幾秒鐘，係起碼持續20分鐘以上。有啲病人甚至會暈足半日、1日。第二就係聽力下降，聽嘢會開始唔清楚，會懵懵地，甚至乎聽嘢嘅時候覺得啲聲音好似拆咗。喺發作嘅時候就會特別明顯嘅。第三種就係耳鳴啦，耳鳴嘅聲就好似啲深海啊、引擎聲等等，又或者有啲嘶鳴聲，喺發作嘅時候係會特別大聲㗎。最尾就係耳仔有啲塞住嘅感覺，耳仔入邊好似入咗水，塞住脹住咁樣，甚至乎有啲病人會聽到自己嘅回音。我成日都同病人講話，頭暈係分好多種嘅，唔係每一種暈都係耳水唔平衡。要分清楚係邊種暈，再對症治療，先至可以好得快，唔使行咁多冤枉路嘅。咁點解會有耳水唔平衡嘅出現呢？病理上呢個病佢同內淋巴水腫有關係嘅。大家可以想象係你嘅內耳有啲水浸，但係點解無情情會水浸呢？通常都有呢3個系統性嘅問題嘅。第一就係耳仔入邊嘅排水系統失靈。中醫就講脾濕健運，脾胃就好似身體嘅除濕機。如果脾胃比較虛弱，濕氣就會積住咗喺身體入邊，積住咗喺內耳散唔走。如果你平時都好中意食啲甜嘢、生冷嘢或者重口味嘅嘢，鹽分過高嘅嘢，身體嘅排水功能都會比較差嘅。再加上年紀大，內耳嘅神經開始退化，呢個小水箱嘅排水能力就會大不如前，容易積水，造成耳水唔平衡啦。而第二就係情緒同埋一個神經嘅壓力，即係我哋講嘅生理債。我成日就話壓力就係內耳水壓最快嘅開關。當你長期焦慮、失眠，會令到你嘅交感神經長期都好興奮，血管嘅彈性變差，直接會影響到耳水嘅吸收回流。而當內耳壓力過大嘅時候，水壓失衡，就會引起水浸啦。而第三就係一個微循環嘅障礙，佢同頸椎同埋內耳嘅供血係有關嘅。呢一點係好多現代人嘅通病啊！長期耷低頭對住電腦，頸椎問題都會令到通往內耳嘅排水管變窄，同時影響到供血。當供血不足嘅時候，內耳嘅代謝就會出現問題，廢水排唔走，新嘅營養又入唔到嚟。呢種微循環嘅障礙就會引起頭暈，而低頭族同埋辦公室一族就要特別留意自己個頸椎啦。萬一你真係突然發作，覺得有天旋地轉，甚至想嘔，第一件事就一定要揾個地方坐低或者扶住嘢，千祈唔好夾硬行啦。
除咗休息之外，你可以嘗試按壓呢3個夠急嘅穴位，幫自己減低神經嘅過度興奮。第一就係內關穴，佢嘅作用係穩定神經同埋止嘔。佢喺手腕嘅腕環紋上面，大概3個環指位，2條筋嘅中間。呢個係調理自律神經嘅要穴。發作嘅時候按壓呢度，可以快速舒緩胸悶同埋嘔心嘅感覺，幫你抑制住想嘔嘅衝動。而第二個就係風池穴，佢可以增加供血，清醒你嘅頭腦。位置係喺後腦筍嘅兩側，頸後大筋兩旁嘅凹位，大概係發際線嘅位置。按壓風池穴可以放鬆頸部嘅肌肉，增加腦部同埋內耳嘅供血。好多時候頭暈係因為血管收縮，按呢度可以幫你開路，幫個頭腦清醒翻少少。最後就係翳風穴，可以直接調節個耳壓嘅。佢係喺耳垂後方、乳突同埋下頜骨之間嘅凹陷處。呢個穴位就係喺耳仔隔離，佢喺耳仔後面，撳落去嘅時候會有啲酸脹嘅感覺，可以直接改善耳部嘅微循環，對緩解耳悶、耳塞嘅感覺都會有效㗎。我要提醒大家，按壓嘅時候力度要適中，感覺到酸麻脹就足夠啦，唔好太大力。有啲病人撳得太大力會瘀咗㗎。發作嘅時候可以每個穴位按1至2分鐘，幫助舒緩。呢啲穴位可以幫你度過最辛苦嘅發作期。但係如果要斷尾，唔再復發，我哋就要進入下一步系統性嘅調理。頭先教大家嘅穴位主要就係救急，但係如果要長遠防止復發，我哋就要做2件事。咁第一就係幫身體做清理水浸，第二就係要幫個大腦做軟件嘅更新。第一樣嘢，我哋就會用中醫嘅調理去疏通排水管。中醫喺緩解期嘅角色非常之重要，我哋會針對每個人嘅體質去調理。首先就係利水消腫，我哋會用利水消腫嘅中藥，例如茯苓、白術、澤瀉等等，佢哋就會幫你通翻條排水管，將內耳多餘嘅水液透過代謝排走。第二就係平肝息風，針對壓力大、神經繃緊嘅病人，我哋會用平肝息風嘅藥物，例如桑葉、歐藤、天麻等等去穩定神經系統，令你個音量掣同埋水壓掣唔好咁敏感。第三就係針灸治療，除咗食藥，我哋都會配合針灸，通過刺激耳周同埋全身嘅穴位，直接調節內耳嘅微循環，令局部嘅壓力恢復平衡。第二就係飲食關鍵啦，飲食係需要恒定低鹽嘅。好多人都聽過要食得清淡啲，但係最緊要嘅其實係2個字：恒定。你唔可以今日完全唔食鹽，但係聽日又突然之間食一餐好鹹，因為鹽分嘅劇烈波動會令到內耳滲透壓變得好唔穩定嘅。所以我建議大家維持一個穩定嘅低鹽飲食。另外一定要食少啲甜嘢，同埋唔好飲咁多凍嘢，因為甜嘢同埋生冷嘢會增加身體嘅濕氣，令到內耳水浸嘅情況增加㗎。最尾就係前庭復健嘅物理治療啦，佢就係負責幫大腦重新適應嘅。除咗中醫調理之外，都有一個好多人忽視咗嘅重點，就係前庭復健。點解要做物理治療呢？因為如果內耳嘅功能受損，你嘅平衡系統就會亂咗。好多病人同我講，佢哋落樓梯嘅時候揾唔到個距離嘅感覺，或者夾餸嘅時候唔知點樣夾，揾唔到邊個餸嘅距離，甚至乎行路嘅時候覺得浮下浮下。呢個時候我哋就要教個大腦重新揾翻個平衡嘅感覺。如果話中醫係幫你修理硬件、調節內耳嘅水壓，物理治療嘅前庭復健就係幫你做軟件嘅更新，重新訓練翻眼睛、內耳同埋腦部嘅協調。咁今日我哋特別請咗物理治療師 Edwin 教大家2個喺屋企可以做嘅練習，幫大家揾翻個平衡嘅感覺。大家好，我係物理治療師 Edwin， 為咗幫大家嘅大腦重新適應平衡，嚟緊會有2個動作教大家。第一個運動係眼球追蹤練習，做法係伸出一隻手指放喺面前大概30 cm 嘅地方，頭一開始保持唔喐，雙眼望住手指，當手指慢慢向左、向右或者向上
向下移嘅時候咧，對眼要全程咁跟住嘅。咁除咗個眼之外咧，個頭要跟住喐嘅。咁其實呢個運動嘅原理咧，就係訓練你個視力啦，去到同嗰個平衡感覺去配合翻嘅。咁當你個內耳信號唔穩定嘅時候咧，大腦可以學識更加去兩邊配合啦，減少嗰個暈眩嘅感覺嘅。第二就係呢個瑜伽嘅戰士式 Warrior 1 2。咁我哋嘅做法咧，首先就係企喺個地板上面啦，雙手合十，將隻左腳向前踏，雙手向前伸，然後高舉雙手，兩隻眼咧就追住個手掌向上望，然後隻右手畫完向後放下，視線就一路追隨向後移，然之後停一停，停一停之後，右手慢慢將個手水平向翻前，視線亦都要追翻向前方，最後雙手合十，雙腳慢慢收回，平排咁企。呢個動作嘅原理就係透過手部、頭部及眼球嘅動作，身體重心嘅轉移，令到身體同大腦重新學習平衡，以及身體位置嘅感覺。咁其實咧，動作2就比動作1進階嘅，咁緊嘅要按自己嘅程度啦、能力去做，避免去跌倒。呢兩套動作咧，我哋都會建議每日咧最少做2至3次，每次做嘅時間大概係1至2分鐘左右啦。咁就係大腦個軟件更新最好嘅方法啦。其實我哋知道耳水不平衡嘅發作真係一樣好令人困擾嘅事。我哋都明白病友嘅發作嗰陣，真係會連工都返唔到，街都出唔到，甚至每日嘅生活都會喺唔知幾時暈嘅恐懼入邊。雖然呢個病有體質嘅因素，但係絕對唔係絕症。我哋治療嘅目標，除咗係要幫你止暈之外，更加重要嘅係幫你將發作嘅頻率由原本嘅1個月3-4次減到去半年或者1年1次，甚至乎係幾年都唔發作。但係就算萬一發作，我哋亦都可以透過治療同埋康復，將嗰種程度由原本天旋地轉，要去到入醫院，減輕到變成只有少少浮，休息下就冇事嘅感覺。呢種生活質素嘅改善，先至係最重要嘅康復。除咗醫師嘅藥物同埋針灸之外，最重要嘅藥方其實喺你手上。只要調節好生活嘅作息，照顧好自己嘅情緒同埋睡眠，你內耳嘅呢場風暴自然就會慢慢平息落嚟。如果你覺得今條片有幫到你，記得俾個 like、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。Mana Healthcare 之後仲會有更多健康資訊同大家分享，希望可以成為你維持健康路上嘅好同伴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！